婚林，为着要来推广着西礼出坎的武术甲西头的文化，特别请到工艺师傅来教学生囡仔做西头。第一节课先互囡仔耍图，学习用图来做西头。 西礼安宁国小学生囡仔对师傅伫耍这图做简单的模型，伫了解图的特性了后，就开始用图做传统的西头。就是有教什么做狮头，然后狮头由来。今天玩的这个是什么？泥土，因为要做那个狮头，把它用成那个脸的形状，然后让它固定，然后再用一些颜色。 毋若用图做西头的模型尔，到大纸彩绘等等功夫，拢要一项一项传互这个学生囡仔。即摆纸糊就变安尼，拔起来变安尼，做甲倒耳啊，落甲白白，做起来都像安尼。期待伫师傅甲学校老师的指导下，这项珍贵工艺甲文化精神会当一代传一代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